我哋經常收到用家嘅提問，肝腎力係咪真係要食12粒咁多？仲有唔少用家因為擔心食得太多，自己減少劑量，結果導致遲遲未見效。但要發揮肝腎力嘅最佳效果，每日12粒係啱啱好㗎。肝腎力嘅原理同傳統藥物依賴化學成分快速見效嘅方式唔同，天然草本以高安全性同持續性見長，效果需要足夠劑量支持，先可以發揮最佳效果。經過多年研究同用家回饋，數據顯示每日服用8至12粒係肝腎力嘅黃金劑量。如果劑量不足，可能無法充分發揮草本嘅協同作用，進一步影響整體效果。每粒肝腎力含有0.25克嘅草本精華，每日2次，各服6粒，每日服用量僅為3克，就好似植物需要足夠嘅水分先可以茁壯成長一樣。肝腎力亦需要充足嘅劑量嚟支持身體機能，以發揮最佳效果。相較於市面上一啲同類型產品，例如某品牌嘅靈芝產品每日需要50克，或者常見嘅草本感冒沖劑每日需要30克，肝腎力每日只需3克，輕盈易服。